呢兩年越嚟越多香港人開始返中山買樓，尤其係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，好多香港家庭週末會北上睇樓。但我發現好多香港客戶睇完樓都會卡喺同一個問題，到底係買第四代住宅定係傳統住宅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我唔企喺開發商嘅角度，亦都唔做銷售推薦，只係企喺香港人返大陸買樓嘅實際使用嘅角度，客觀咁去講清楚2026年返中山買樓，第四代住宅同傳統住宅到底應該點樣揀？好多香港朋友第一次嚟到中山見到第四代住宅，衝擊感都非常之強。你會發現原來一個露台可以好似一個小花園咁，原來個客廳同露台之間可以完全打開，原來間屋唔只係夠住，而係可以真正做到放鬆。特別係準備返嚟退休嘅朋友，想週末返中山放鬆嘅朋友，或者未來準備兩地生活嘅香港朋友，第四代住宅都好容易打動到佢哋，因為佢提供嘅唔單止係單純嘅面積，而係一種生活感。第四代住宅最大嘅優勢唔係新，而係重新調整咗人同埋間屋嘅關係。以前傳統住宅就偏向功能型，客廳還客廳，露台還露台，但係第四代住宅佢會更加強調空間嘅融合。橫廳設計，大尺度露台，270度採光空中花園，成間屋嘅通透感都非常之好。同樣120平，有時俾到人一種150平嘅感覺。對香港嘅客戶嚟講，呢種空間釋放感就特別明顯啦。第二個優勢係佢確實更加適合長期生活。好多香港家庭而家買中山樓已經唔係1年返2次，而係週末住、寒暑假住、退休住，甚至長期住。呢種情況之下，舒適度有時會比投資屬性就更加重要。第三個係家庭嘅互動空間，好多第四代住宅嘅大露台而家其實已經變成咗飲茶區、種花區、寵物活動區，呢種生活體驗感，傳統住宅確實係比較難做到㗎。所以點解而家咁多香港家庭第一次睇完第四代住宅之後，都會覺得非常之心喐？問題係一個產品吸引唔代表適合所有香港朋友。第四代住宅有好幾個現實問題，其實好多銷售未必會主動同你講。第一個就後期嘅維護。第四代住宅佢嘅結構更加複雜，尤其係露台大、空中花園、排水系統、綠化系統，其實係非常考驗物業嘅管理能力。香港客戶好多唔係長期住，如果間屋長期空置又冇人打理，就容易會出現積水、植物枯萎、滲水、蚊蟲，甚至牆身老化。第二，睇落高級就唔等於真正實用。有啲第四代住宅嘅露台非常之大，但實際入住之後你就會發現太曬、太熱、西斜嚴重、風太大，真正使用嘅頻率就未必有想象中咁高啦。第三就係價錢門檻啦。目前中山市面上第四代住宅因為設計嘅複雜、露台尺度大、建築成本高，所以普遍總價都要去到200萬人仔以上。當預算去到200萬，其實傳統住宅嘅市場選擇面會更加廣。同樣200萬，你可以買第四代住宅，但你亦都可以喺傳統住宅市場裏面揀到地段更加成熟、生活配套更加完善、物業更加穩定嘅樓盤。有啲項目仲可能會有預算剩返落嚟做裝修、買傢俬，甚至保留部分嘅現金流。簡單啲嚟講，200萬買第四代住宅，你可能只係買到入門版，但200萬買傳統住宅，你已經可以去到揀相對成熟嘅升級版。所以好多香港客戶最後都發現自己未必係買唔起第四代住宅，而係開始去思考到底值唔值得為咗個大露台付出更加多嘅溢價，同時犧牲更加多嘅資金靈活性。尤其對於預算有限、重視現金流，或者會考慮到日後出租轉手嘅香港買家，呢個差別一定要提前計劃清楚。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第四代住宅嘅面積係普遍偏大嘅。目前中山市面上面第四代住宅建築面積基本上都係120平以上，甚至去到170、180。但傳統住宅嘅戶型選擇就會靈活好多，由80幾平到120幾平都有好多選擇。
而呢個面積段嘅差別對日後嘅轉手或者出租影響係好大㗎。根據翻2025年中山嘅市場數據，中山90到144平係二手住宅成交佔比咧係去到70%，係市場嘅絕對主力成交面積。而144平以上嘅大戶型佔比就明顯少好多啦。簡單啲嚟講，喺中山你想揾個買家接受一套90方嘅傳統3房，會容易過你揾人接受一套150平嘅第四代住宅。租賃市場都一樣，目前租客最偏好嘅面積段都係70到120平呢一種2房同埋3房面積。所以如果你買樓嗰時會考慮到日後嘅放租或者擔心將來嘅轉手，呢一點就要提前諗清楚啦。所以點解而家仲有好多香港客戶最後都係揀返傳統住宅？原因好簡單，傳統住宅雖然冇第四代住宅咁驚豔，但佢勝就勝在成熟穩定，而且好打理。尤其對於會考慮資產穩定性、出租能力或者未來轉手流通性嘅買家，傳統住宅反而會更加穩陣。最後總結一句，第四代住宅買嘅係生活感，傳統住宅買嘅係成熟度，冇話邊一個一定更加好，重點係你現階段到底更加需要邊一樣。我係 Josie 喺中山地產做咗12年，如果你仲有任何關於灣區房產嘅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繫我，我哋下期再見。